有些民众会抽电子烟哦，但是电子烟对健康的疑虑目前还没办法完全确认。不过，美国因为开放电子烟，国高中生的使用率6年之内急速的攀升到超过4倍了。光是去年就有大约360万名的青少年在抽电子烟，现在还发生了第1起因为抽电子烟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导致丧命的案例，带您来看。 I'm gonna die. Relax. You can make it. No, I won't make it. I can't make it. 用背后灵的方式呈现电子烟，就像是一种看不见的束缚。虽然主打加热不燃烧，有害物质少了90%，但加热烟就是烟，即使长得不太像，但伤害其实都一样。当然，也同样会上瘾。它的尼古丁还非常多啊。如果你吸的方式是吸得很用力，然后它在肺部停留时间很久的话，它甚至有可能超过这个传统烟品都有可能。美国开放电子烟，但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就表示，22个州陆续出现193例严重肺病，其中22例就发生在伊利诺州，而且光是8月21号这一天，就从16个州收到153起病例，甚至有患者出现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，最终导致丧命。研究也显示，使用电子烟的人会暴露在香料、尼古丁、大麻素、溶剂等等的复杂物质当中，但造成的伤害还不明确。目前患者出现的症状有咳嗽、呼吸短促、疲劳，有些人甚至还会有呕吐以及腹泻，甚至引发急性过敏性肺炎。记者黄佩华、张荣福报道。